来授课啊，来写学校一公，分到一公，好，我们请坐下啊。好，我们继续啊。刚刚各位都有拿到那一种宣传单跟纪念品吗？有啊，对，那是我们智慧中心的宣传单跟纪念品。好，那我们大概请我们的社工员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如果你未来呢，在我们台南市还遇到有其他的问题有关施工的话，你都可以呢来我们智慧中心询问。好，所以呢，我请我们社工员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智慧中心是什么。那我们社工员呢进教育班，那我们请教育班。各位伙伴，大家好，我是智慧中心的社工，我叫李芳。那因为今天大家都来上这堂课嘛，所以大家都像那个老师讲的一法规的多简单。今天我上完课拿到结业证书之后，由我们的单位帮我们申请那个志愿服务记录册之后呢，大家拿到这本记录册就可以成为法定的志工。好，那因为我们志愿服务推广中心，大家都有拿到我们发的简章嘛，对不对？那个简章里面有我们的服务内容，那我们也会接受大家就是如果有问题的话，有关志愿服务的相关问题，都可以打我们的专线，然后来做询问。那老师刚才介绍的是法规，那我们中心当然就会接到民众在问的，一般是从事志愿服务的一些实务上的问题的。那有什么问题吗？没有嘛，好，那我就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中心主要的功能哈，因为我们就是有提供专线服务啦，那我们也有设置一个提供的资讯平台，那平台上面呢会整合就是我们这个服务类别的一些志工课程的训练，然后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就是也可以上去做那个浏览这样子，那个简章里面都有我们的网址。那我看就是在座各位当然面孔都很年轻，就是大部分都是学生。那不知道你们会不会遇到12年国教跟服务学习这个部分的问题？因为我们中心就是那个工作时间就是白天嘛，到5点半。那相信也是大家就是学生在上课的时候，所以其实大家会打电话进来我们中心问问题都是家长。对，那有些家长他可能对12年国教跟那个服务学习有一点点混淆跟不清楚的地方。那我可以问一下，就是在座的就是有关我们国小宿舍以下，就是国中以下的同学都已经有加，国中以下还是都已经是国中以上？国中。国小，那边是国小对不对？有没有听过12年国教？没有，还没。因为12年国教就是国小生到高中生这一段时间，就是他们如果去校外从事那个志工的话，他们会列入之后要跟高中的一个什么超额，对超额体育，有没有家长听过这个部分？因为有的家长他就很担心，就是现在就要帮小朋友找服务的单位。那这个部分，因为有国小跟那个国中生就是那个地方的教育局，他们会去做，就是他们的主管机关是教育局嘛。那教育局为了要让学生就是提供学生一个安全的服务的场所，所以他们有就是有去审核说台南市里面适合国小生到国中生可以去服务的团体。然后他们有把那些团体的名单呢放置在他们12年国教网上面，所以就是家长其实如果要帮学生找这些团体的话，是可以上那个国教网，或者是说我们这个网站就是台南市志愿服务资讯网那个网站，我们有做一个连结，然后那个连结呢就是有写说12年国教的那个服务的单位，那大家也可以就是上去点那个连结，就是可以看到说，国小生跟那个国中生可以去哪些单位服务这样。那因为现在又回来了，就是有关那个服务记录册的部分，因为12年国教它没有就是强制要求说，学生一定要拿到服务记录手册，他们是有规定一个就是服务提速证明的格式，就是可以让大家去做，让
那些服务单位去开给那些就是来服务的学生，当做那个服务时数证这样子。对，然后那个都是可以，就是网站上面都是有讯息可以提供给大家，就是那个爸爸妈妈们不用担心这样子。可能有的爸爸妈妈会希望说，那小朋友是不是也可以，就是来上自动的基础跟特殊训练，拿到那个服务记录手册。对，那其实不一定要求一定要拿到服务记录手册，因为会有希望有大家可以拿到服务记录手册，就是希望说这个职工可以长期的留在那个单位做服务，这样子才可以就是累积的时数才是有用的，之后才是有用，就是有关要表扬啊、奖励还有申请荣誉卡的话，比较会就是比较实用这样子，因为小朋友其实之后要求学啊，就是流动性很高，他不见得可以长期在这个单位服务。好，然后再来就是大家有听过那个高中跟大学以上的服务学习，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那个也没有说强制一定要求说这些大学生、大专生一定要有手册，当然有的话也是很不错，只是因为就是大学生也是一样流动性很高嘛，所以他们如果去服务的话，其实如果单位愿意开给他们服务时数证，就是像研习证那个格式，他在这个单位服务多久，然后服务内容是什么，就可以之后就是他方便他可以去申请大学生制的时候可以提供证。那回来就是这个拿到这本手册就是法定的职工嘛，那大家一定会问说，那拿到这本手册有什么好处？那第一的话，它就是可以累积你的服务时数嘛。那时数累积到一个门槛的话，就是譬如说大家有通过志愿服务荣誉卡嘛，在座的应该都还没有人拿到志愿服务荣誉卡。它其实就是希望说那个大家服务的时间啊，就是达到满3年，然后服务时数有达到300个小时，就可以就是有聘用单位帮你提出申请，像就是就是在社会局申请嘛，就是可以申请那个志愿服务荣誉卡。那这荣誉卡它就是大家可能都会以为说服务时间满3年拿300个小时，好像很简单，其实听起来好像看起来这个字面上意思是很简单没有错，可是就算你只有服务1年有达到300个小时，其实还是不能申请荣誉卡的哦。这样你的服务时间就是加起来有达到3年，然后有满300个小时，才可以去申请。对，那有些会被推荐的，就是譬如说我刚刚有提到说，因为学生大家都寒暑假才有空，对不对？那他们都会用7、8月去做服务。然后就算他们拿到了那个记录册好了，那他去单位服务的时候呢，他是每年的7跟8月，所以单位在给他时数的时候，就是开，譬如说99年的7到8月100个小时，然后100年的7到8月100个小时，然后再隔1年的7到8月100个小时。那大家看起来都会觉得说，他应该是满3年，然后拿到300个小时，可是实际上主管机关那边的认定是觉得说，他的服务时间其实只有6个月。然后满